那上一堂课呢，就是我们已经讲完了前两个科判，也就是呢立志宣说甚深义，还有第二个科判呢，就是可说深义的法器。那今天呢，就是从说后引发功德呢开始做讲述。那这边呢，就是所谓的说后引发功德呢，就是对于所说的对象呢，就是可以讲说空性的对象呢，就是之前第二个科判所说的呢，就是可以为他讲述呢，就是甚深义，也就是可以对他讲述空性的这个文气呢，那能够听闻空性的这个所化机呢，就是分为两种，一种是殊胜的所化机，那一种呢就是我们讲一般的所化机。那殊胜的所化机呢，就是当他听闻到空性的时候呢，那他身体的相状呢会产生就是欢喜的流泪，然后汗毛直竖，然后内心呢会升起这种殊胜的这种欢喜。那具备这种相状的友情呢，那就表示说是一定呢是可以为他讲述空性的。那另外一类友情呢，就是为他讲述空性的时候呢，或许他没有办法出现这种就是身体这种殊胜的这种相状，身孔没有办法出现这种殊胜的相状，但是呢，他能够不违背善知识的教戒呢，而且巨大精进呢，就是如实的去修习空性的话呢，那这一类的友情呢，就是堪为呢，就是种下就是听闻空性习气的这个种子的所化的友情。那对于这两种友情来说的话呢，那对于他们讲说空性的话呢，能够引发怎样的功德呢？所以讲到说后引发功德，就是为了上述所讲的这两种堪能听闻空性的友情呢，为他们讲述空性之后呢，能够引发什么样的功德？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第90页的最后一段，然后讲到心三，就是说后引发功德。那为堪闻气者宣说空性，那堪闻气者呢，也就是上述呢所讲到的，就是身口呢具备这种特殊相状的友情，或者说呢，它不具备这种特殊的相状，但是呢，它能够就是如实照着善知识的教戒呢，不为善知识的教戒呢，然后如实去行持的这两者友情呢，如果说为他们宣说空性的话呢，那为他们讲说空性之后呢，并不是不会产生任何的果报，并不是没有任何的作用，没有任何的功德。所以这边呢就讲到了入中论的根本寄送的彼气随身诸功德，就是这些堪为听闻空性的这些所化机呢，那它听闻空性之后呢，它能够升起呢，它能够随着呢而升起功德。所以这边呢就看到说，彼闻空性见，非但不于空性起颠倒执，引生无益。就是说呢，上述所讲的呢，就是堪为听闻空性的这个友情呢，就是他的身口呢会升起殊胜相状的这种友情，或者说呢不为善知识教戒的这两类友情呢，他听闻空性之后呢，他不但呢不会对空性升起这种的颠倒的执着，那因为不会升起颠倒的执着的缘故呢，所以它不会引生就是空无意义的果报，或者说呢，就是前面所讲到，它并不会堕落到恶趣，并不会引生这种无意义的果报。它不仅呢不会引生这种无意义的果报呢，且能随行所闻以生功德，而且呢，它能够透由呢他所听闻到的这个内容呢，它能够升起种种的功德，就是他对于空性的闻思修之后呢，它能够升起各式各样的功德。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那他呢能够获得怎么样的功德呢？功德升起的方式呢是怎么样呢？所以这边就讲到说呢，为彼法器，就是讲到说能够堪为听闻空性的这些所化的友情呢，闻空性见如获宝藏。那这边呢，就以譬喻来说呢，当他听闻到空性的道理的时候呢，就如同他找到了宝藏。我们知道说，宝藏呢就是藏宝的这些地方。那如果说我们到了藏宝的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是一切就是宝物的出生之处。如果说我们到这边呢能够找到如意宝的话呢，我们的内心呢必定升起这种殊胜的欢喜。因为当找到这个宝藏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说我今生的这些吃穿，今生的这些受用呢，是完全不用再苦恼，而且可以过得很安乐。那自然而然呢，内心就会非常的欢喜。所以呢，同样的呢，这些堪为听闻空性的法器呢，他在听闻到空性的道理的时候呢，就如同获得宝藏一样呢，内心呢会感到非常的欢喜。
他呢听闻空性之后呢，就如同获得宝藏一样，内心非常的欢喜呢，然后就为令空见于余生中不退失故。那他修习了空性，就是对空性闻思修之后呢，那他为了不想让他的余生，那这边指的就是说生生世世，他的来生呢，从听闻空性之后呢，那从今生开始，乃至于说来生呢，生生世世呢，对于空性的道理呢都不退失的话，那他该如何的去做呢？那这边呢就讲述到就是入中论的根本基颂。就讲到说呢，常能正受住境界，勤行布施，修悲心，并修安忍，为度生，善根回向大菩提。那这边呢就讲到说，他为了呢能够让他生生世世呢不要退失空正见的缘故呢，所以呢他会去守持境界。那除了守持境界之外呢，他也会勤行的布施。所以第一个呢讲到持戒，那第二个呢讲到布施，那第三个呢就讲要去修悲心，那就是去修慈心以及悲心。那第四个呢讲到说他会去修习安忍，并修安忍为度生。然后最后呢讲到说就是善根回向于大菩提。所以这边呢就讲到说他会引发呢这5种功德。第一个呢就讲到说常能正受住境界，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讲到说呢常能正受然后安住于境界。为什么他会常能正受安住于境界呢？因为呢这些听不到空性的这两种有情呢，他会去思维到说，如果呢我今生犯戒的话呢，那来生呢必定因为犯戒的缘故呢会堕入到恶趣。那如果堕入到恶趣之后呢，那就没有办法继续持续的呢去修习空性。所以呢至空见为之间断，故能受戒守护不犯。就因为呢如果没有办法好好守戒犯戒的话呢，那必会堕于恶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经典里面呢就讲说，我们布施呢能够获得福德，然后呢持戒呢能够获得安乐。那所以呢为了让我的来生呢也能够获得就是真上升人天的这种果位的安乐，因为我有获得人天的真上升之后呢，那我才有办法的继续去修持空性的缘故，所以呢会好好的守戒。因为如果不守戒呢，如果犯戒的话呢，就会堕于恶趣。那修行空性呢，就会产生戒断。所以因此呢，他能够受戒守护不犯。那这边呢，就看到呢，就是讲到说，此言犯戒不现先受，境界为品诸自性罪，皆是犯戒也。那这里就讲到说呢，因为呢，有的人呢，他会看到说，哦，我若犯戒，必以此而堕恶趣，至空见为之间断。所以呢，能够守戒，能够受戒呢，守护不犯。那这边看到这一段文字的时候呢，可能会升起一个能够观修空性的有情，好像都是出家人，因为他要先受戒，受了戒之后呢，那他如果不好好持守的话呢，才会堕入恶趣，那导致于说修习空性呢，就是会间断。所以由此要好好的守持戒律。那看到这边会觉得说，好像修习空性的这些有情都是出家人。那这里呢就回复到说呢，此言犯戒呢不现先受，就是这边所讲的犯戒呢，并不一定要像是出家人，就是像比丘或是沙弥一样，他先受了别解脱戒之后呢，然后受了之后呢，然后才去违犯的这一种呢，叫做犯戒，并不是这个样子，并不只限于就是要先去受戒的这一种。境界为品诸自性罪，皆是犯戒。那这边就讲到说呢，境界的为品呢，就是讲到说我们一般呢所讲的，这里所言的犯戒呢，是提到说你只要违犯的就是性罪。那什么叫做性罪呢？就是我们知道戒呢分为就是佛陀所制的戒，那佛陀所制的戒呢叫做遮戒。那佛陀没有制，但是呢你违犯这些本身呢就是造下恶业的这一种呢叫做性戒。那就比如说像是断除12业的这种律仪呢，就是属于性戒。所以呢，这边讲到说呢，并不是说要像比丘跟沙弥一样，先受戒之后呢，然后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持守，这个才叫做犯戒。因为一般讲的犯戒呢，就是说我们的在持戒上面呢有所违犯，或者说呢，就是这里所讲的呢，就是对于违品呢，就是境界的违品，就是性罪它本身呢，你只要有做到，不管你之前有没有去受戒，你只要违犯到了性罪的话呢，那这些呢都是归纳在犯戒里面，所以这些呢全部都是属于犯戒。所以讲到说呢，境界违品诸自性罪，就讲说性罪的部分呢，全部都是属于犯戒。所以这边呢就讲述到就是境界的违品呢，就是
诸自性罪。那自性罪呢，也就是我们所讲到的性罪。那我们知道说戒呢，就是分为性戒，还有像是性罪，还有遮罪呢这两种。那遮罪呢所讲的呢，就是透由世尊呢所遮止，然后世尊所立下的世尊所制呢所遮止的，就是此不应做，此不应做的这一种呢叫做遮罪。那性罪呢，就是自性罪，就它本身呢就是不需要谁去自戒，就是你造下这些你做的这些行为的时候呢，它自然会产生恶的呢，自然就是造恶的这一种呢，就是所谓的性罪。那以遮罪来说的话呢，就像是沙弥戒跟比丘戒里面呢，比如说就是佛陀呢特别呢所制的这一些遮止不应做的，就比如说呢，沙弥跟比丘呢不能够掘地，不能够去垦地，这一种呢是属于遮罪。那或者说呢，像是过午不食这一类的呢是属于遮罪。那性罪呢，就是不需要佛陀呢去治这些戒，然后你去做呢，它本身就是造恶的这种，像是杀盗淫妄，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呢，就是12业，就是10种恶业呢，那这些都是属于性罪。因为呢，这个呢，在佛陀没有出世之前呢，就算这个世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人做下了这10种恶业呢，它一定都是属于造下的恶业，都是属于不好的这种行为，所以这种呢就是属于性罪。那当然这边在讲说犯戒跟不犯戒的时候呢，那有人会认为说，在讲犯戒的时候呢，是指说专门是指说就是违犯了遮戒这种呢叫做犯戒。那所以呢，在善显密书这边呢，就讲到说，这里所谓的犯戒呢，并不是仅仅指遮罪而已，它是连性罪呢都包含在里面。那这里呢，我们在讲述罪的时候呢，那所谓的罪呢，到底是指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到说犯戒，然后违反了这些戒律之后呢，那有讲到说就是所谓的性罪或是遮罪。那在讲述罪的时候呢，就是藏文它有个用法呢，叫做喀那玛透巴。那什么叫做喀那玛透巴的意思呢？就是像是正量师父，或者说我们的善知识，或是这些诸圣先贤呢，他口中讲不出来的缘故，就是所造的这些行为呢，口中他无法讲出这种行为，就是表示说这些不是好的行为。因为如果是好的行为的话呢，那这些诸圣先贤或者说善知识呢，他一定会说，哦，你要去做这个做这个。但是这些行为呢，是他们口中呢，他们说不出口的这种行为呢，所以把它称之为是罪。那在词义上面呢，是这样去做解释。那以意义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恶行，我们所谓的罪，或者说它能够引生苦的这些因呢，称之为是罪。那这是以意义上面来做解释。那以就是词句上面，就是字面上一直来做解释呢，就是这些诸圣先贤呢，他们说不出口的这种行为呢，称之为罪。那就是呢，这一段呢，该如何和我们的心绪呢做一个结合呢？就是如果说我们真的在修持的时候呢，那看到这一段，就是彼作是念呢，我若犯戒，必以此而堕恶趣，至空见为之间断，故能受戒守护不犯。那这边呢，就其实说我们在修持任何法的时候呢，那都一定要去思维到死无常，因为你唯有思维了死无常之后呢，你才能够升起心力呢，好好的去修法。因为死无常如果升不起来的时候呢，我们要真的如实的去修法呢，是非常的困难的。那这边呢，就讲到说，无论呢，像是我们是在这边所讲述的呢，是修习空性也好，或者说呢，我们修习任何像是慈心、悲心也好，或者说以我们现在来说，我们现在在学习这些大经大论，就是学习像是般若经和善显密意书这些甚深空性的道理。那无论呢我们是学习怎样的法门的时候呢，那这些呢全部都要用持戒呢来当做我们的助伴。也就是呢，我们真的在修行的时候呢，那透由就是广大型的这些修持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呢去修持空性。那同样呢，修持甚深道的这一些修行呢，它也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广大型的这些功德呢不断的增长。因为呢，我们无论说现在获得了哪样子的功德，方便分的功德，或是智慧分的功德也好呢，如果说我们来生呢没有办法保持下去，来生呢要全部从头开始呢，就是从头开始听闻，然后再重新开始呢，就是累积这些福德的话呢，那说实话呢是非常浪费时间的。所以我们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能够在我们来生的时候呢，无论说所修习的是空性的道理，或者说对于慈心跟悲心也好，那无论是广行道的
这一些功德，或者说甚深方便的功德呢，或者说智慧的功德呢，都能够在来生呢，它能够不断的增长。那要让它不断增长呢，那第一个呢，你一定要获得好的来生，因为呢，你如果没有办法获得好的来生的话呢，你堕入恶趣的话，那就等于是说你堕入恶趣，然后不知道在恶趣待多久，然后又重新投身到善趣之后呢，你要再重新开始累积这些资粮，要再从头开始。那所以要有好的来生呢，那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受持境界。那所以有了这些境界之后呢，那我们才能够呢，在下一世呢，才能够在这个今生的基础之上呢，让我们所有的这些功德呢，不断的增长。那要这样子做呢，同样的呢，一开始呢，就是要去思维死无常，因为你唯有思维死无常之后呢，你才能够升起一个，因为不知道死什么时候会到来，所以我现在呢，一定要花我全部的心力呢，好好的来修持佛法。那这个呢，就是不论说是修习空性也好，或是修习慈心悲心也好呢，那这些都是共通的。其实看到这一段呢，就会想到说呢，就是像我这样子的，就是有一些就是有转世拉妈的这种头衔的呢，那当然是说以我自己来说，那当然是有一些很不可思议的这些正量师父也是有的，但是以我这种就是有转世头衔的这种拉妈来说的话呢，那其实也是一样的。虽然说有一个转世拉妈，那也不知道说是不是真的就是我前世的那个转世，那也不晓得。那如果以世的，就算是好了，那就算是呢，我真的是我前一世的转世的话呢，那其实今世的时候呢，也是学得非常的辛苦。一开始出生的时候呢，也是什么都不会，也是从头开始呢，就是从嘎哈嘎啊，就像我们学中文从 ㄅ 呢开始学习一样。那学呢又学不好，学不会，然后也就是边学呢边被揍，然后呢学得很辛苦。那学到现在呢，就是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呢，然后才慢慢的呢，好像有稍微了解一点点。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真的能够像这里所说的呢，就是我们不用从头开始，那当然是有一些很不可思议的这些善知识跟上师。那我们看到这些上师呢跟善知识的时候呢，那同样的呢，就是如果说我们看到有一些年轻的这些仁波切或者说一些老师呢，他们往生或是圆寂的时候呢，那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自然内心呢会觉得就是觉得很可惜，觉得说他们怎么这么年轻就走了。他们要是能够多注视几年的话，肯定能够利益圣教，肯定能够利益到更多的有情。那我们自己不由自主呢都会升起这样的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当一个巨量的上师离开之后呢，那他在转世再从头开始的时候，又要再花很长的时间。那当然有这些特殊的这些正量士服，但是以我来说呢，就是虽然说呢，就是有一个转世的头衔，但是呢，也不知道说是不是真的是。那如果说就算真的是好了，但是也是学得非常的辛苦。所以呢，如果说真的能像经典所讲的这一些呢，就是我们来生呢可以直接在今生所学的基础之上呢，然后快速的呢就能够理解到过去生所学的，然后在此之上，我们今生能够学的，或者说能够为圣教付出的利益呢，那就更大。以我自己来说的话呢，就是我并不是那一种，就是虽然有一个转世的头衔呢，但是并不是那一种一出生呢就是什么都会的这一种。那也不是呢，是要透由学习。那学习也分为很多种，就是有一些呢，它是一学呢就能够完全了之的这一种。但是以我自己来说呢，我也不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就是我这一生呢，要是没有我的善知识在的话呢，没有我的上师在的话呢，我就大概什么都不是。我现在呢，能够坐在这边呢，就是讲述一些佛法呢，全部都是我上师的恩德。如果没有上师的话呢，我可能真的什么都不是。因为我们知道说呢，就是有一些我们在种花的时候呢，有一些很好的花，就是你种下去之后呢，它自然而然呢就长得非常的挺直，你完全呢不需要特别的去照顾它。但是有一些花呢，就是你种下去之后呢，它会东倒西歪，所以你要在它右边呢又插一根木棍呢，然后把它撑住。但是呢，你木棍插在右边的时候呢，它又往左边倒，所以右边说你左边呢要再插一根木棍，就它的四周都要插上木棍呢，才能够让这一朵花呢就是往上呢生长。那我就如同呢是这个样子，就是能够有现在目前看起来的这种成就呢，完全呢都是上师的恩德，还有说像我同班的这些同学，同班同学对我的恩德呢也是非常的大，因为我们透由彼此呢，就是来讨论这些佛法呢，然后对于
佛法呢能够更为的理解。那除了同学之外呢，那对我恩德最大的呢，那就是我的善知识，我的上师。那我的上师呢，他基本呢是为了我，等于是放弃了其他的一切，他专门呢就是为了教我，然后而放弃了其他的东西。那我的上师呢，还有特别呢，就是给我一个教诫，就是说，虽然说呢，你们是所谓的转世的仁波切，但是一般来说呢，虽然说无论是转世仁波切或是一般人来说呢，都是没有差别的，但是差别在于什么呢？就是您有了一个转世的仁波切的这个头衔之后呢，那你的所作所为呢，并不是仅仅只代表的你自己一个人，你的所作所为呢，你是代表的你们支乌那个地区呢所有的人员。你只要做了一些不好的行为的时候呢，那等于那边所有人呢都是看你的脸色。你要是做一点不好的行为，有些不好的名声不好的名声出现的时候呢，那等于是你们那个地区所有的人呢，把你们那地区所有人的这些金钱呢，全部都抢走一样。所以你自己呢要有这个责任，因为呢你就具备了上师的这个名称，你具备转世拉妈的这个名称。虽然说我们都是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呢你有一个转世拉妈的这个头衔的缘故呢，所以我们10个人所加起来做的事情呢，比不上你一个人呢去做的这些事情。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呢，尽你的行为呢，尽你自己的所能呢，好好的去做。那我的老师呢，他也真的是为了我呢，就是付出了一切。那看着这个上师的行为呢，我真的内心呢是真实的升起，这个真的呢就是所谓菩萨的心意呢，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如是的不可思议。他并没有为他自己做任何事情，他的所作所为呢，就是为了栽培我。我呢，就是号称呢，就是叫死家仁波切。那当然有时候呢，我会升起一个慢心，觉得说，我就是上一世呢死家仁波切的这个转世。那有时候因为烦恼炽盛的时候呢，会升起这样子的慢心，会有这样子的烦恼。但是呢，现在想想呢，其实呢，我仅仅呢只是坐在就是死家仁波切的这个椅子上而已，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死家仁波切。那有人就会说，那如果说你不是死家仁波切的时候呢，你不是死家仁波切的话，那谁才是真正的死家仁波切呢？那仁波切说呢，他会这样子想：如果说在我临终的时候呢，我还是穿着三法衣，而且呢，我真的做了很多就是为利圣教，而且立了非常多友情，觉得说我今生都没有浪费的时候，当我真的能够做到这个样子的时候呢，或许呢，这个时候我才是真正的死家仁波切。不然的话呢，仅有一个死家仁波切的名字呢，就像是坐在死家仁波切椅子上面，就像说，当我们在一些比如说一些行政长官，他的位置呢，就是随时呢是可以换掉的，就如同这个样子。当内心没有真正升起这些功德的时候呢，那这个呢其实都只是一种虚名，随时呢都是可以被替代的。所以呢，我的上司呢就不断的教诫我呢，就是因为你具备了这样子的名号，你有一个死家仁波切的头衔呢，所以你要特别的呢去注意。那这边呢，就稍微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是我的上司呢，他是如何的呢，就是教我，就是我上司对我的恩德呢，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就是从以前呢，我在学习经论的时候呢，就是像去辩论场辩经的时候呢，那我的老师呢，我的善知识，我的上司呢，他也会呢到辩论场来看，然后看我辩论辩的怎么样。那特别是以我的老师来说，他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去辩论场。以他的功德来说，他根本就不用到辩论场。那他去辩论场呢，完全呢就是要看我说我学的怎么样，然后我辩论的情况呢是如何。那以我的老师来说呢，他自己呢就有从年轻的到年长的弟子这些加起来呢有300多个弟子。而且我老师呢，他本身呢就是对于中大社了不了义上说上论呢，就是特别的善巧。那也因为有了这个老师的缘故呢，所以我自己呢就是开始呢，就是对于学习佛法，就是对于学习五部大论这件事情呢，内心能够升起一种欢喜的心。当然一开始并不是这个样，一开始都好像是被别人逼的，就是叫我要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因为有的这个很善巧的老师，他教我的缘故呢，所以慢慢的呢，透由他的这种教学以及他的这种功德呢，然后让我呢开始自发的呢，就是喜欢上了辩论，喜欢上了学习这件事情。而且呢，透由这样子的学习之后呢，然后慢慢的会发现说，我慢呢，它会不断的，就是不断的呢减少，然后越来越升不起来。像一开始在学习经论的时候呢，内心自然而然就会觉得说，这个没有什么我学不会的东西，就会一开始就会觉得说，这些经论呢，只是没有去学而已。去学的话呢，我一定学得起来。那
以我自己来说呢，就是像是了不了一善说藏论，就是关于就是前半段就是唯识中的这一部分呢，就是我自己呢也有为其他人大概我学了很多次，那也为其他人呢就是讲述过大概6、7次。那一开始呢，就是学了不了义之后呢，然后内心呢就自然而然升起一种我慢，就觉得说这么了不了义呢，是听说是很难的一部论点，但是这么难的论点呢，我觉得呢，我应该是可以教别人，我觉得现在我理解的程度是可以去教别人的。但是呢，透由第一次教别人，然后第二次、第三次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教的时候呢，就会慢慢发现，其实自己对于经典的这个内涵呢，它的密意呢，也并没有完全的了解。尤其是教越多次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说，一开始在教别人的时候呢，好像自己有一些对于经典的这些密意呢，也是没有完全的了解。那我现在呢，能够坐在这边为大家讲述，或是为其他人讲述这些佛法的内涵呢，其实呢，都是我上师的恩德。因为我自己呢，本身并没有这种学习的习惯，也没有这一种殊胜的这种习气、殊胜的这种种子，那完全呢，都是因为上师的恩德呢，我才能够变成这个样子。而且呢，像在我在学习经论的时候呢，就是完全就是只有跟着这个老师，我的老师呢就只有一个。那不过到就是后来就是学习密法的时候呢，那当然是有比较多的老师，或者说平常去听经的时候呢，也是有跟比较多的善知识学习过。但是在学习五部大论的老师呢，就只有一个。那这个老师，这个善知识呢，这个上师他对我呢，就是如同父母一样。那尤其说像我小时候呢，就是那时候寺庙的顺缘并不是这么的好。那老师呢，一定是把好的东西呢都留给我，他自己吃比较差的。那如果说只有一块饼的时候呢，那老师他会把这个饼呢，就是掰成2半，然后比较大块的呢，一定是给我，他自己吃小块的。那如果说有除了饼以外的选择呢，那像说有糌粑和像是包子可以吃的时候呢，那一定是老师他自己吃糌粑，然后呢把包子或是面这种比较好吃的东西呢给我吃。所以以我的老师对我来说呢，他对我呢真的是有无边的恩德。那为什么会讲到这边呢？就是我现在会好好的呢，为大家讲述这些内容呢，最主要就是因为说，我看到老师呢，他对我的这种付出之后呢，我觉得不能够辜负他对我的这种恩德。所以呢，就如同这里呢，为什么会讲到这些呢？就是像这边所讲的，就是我希望呢，就是在来生的时候呢，我的这些正德呢，能够不要间断，我的正德呢，可以不断的增长，而不是呢要再从头开始学。所以透由这一段的内容呢，就是不论说我们在学习空性也好，或者说我们在学习任何佛法的内容呢，都是可以把它用同样的方式呢，然后来结合我们的心绪呢去做修行的。对我来说呢，就是现在呢，我会在这边教书呢，最主要呢就是看到我自己上师呢，他本身呢就是不断的在教书，那透由他的这种行仪呢，那我自己呢也升起这种就是要好好呢，就是把所学到的这些东西呢，就是能够和别人一起做分享，然后呢可以教导大家，所以才会成立这间教室。那因为从这边呢，就是上师我老师对我的恩德呢，那除了说教经典的这个恩德不说的话呢，那他的这些做人处事对我来说呢，都是有很大的这些帮助。就比如说以我的老师来说呢，就是看到他这种教学生的这种热忱呢，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呢，我也会开始呢，就是去教导其他人。不像有一些人呢，他在教书的时候呢，可能是要提起很强的心力，因为他不想要做这种行为，他要提起心力，强迫自己去教书。但是我看我的上师呢，他是非常的热忱，而且他也告诉我说，就是要将自己所学的这一些呢，就是去教给别人。那当然除了上师的教诫之外呢，那同样呢，尊者呢也是教诫我说，就是要将所学的这一些呢，就是把它呢，就是讲授给更多的人，然后让更多的人呢能够学习佛法。那而且呢，就是他们在教诫我的时候呢，就讲到说，我们如何能够让世尊的圣教呢能够流传下去？那就是唯有透由就是教正法以及正正法。那我们现在讲述佛法呢，就是能够让教正法注释的一个方式。所以呢，想要让正法注释呢，就是教正法跟正正法二者。那要教正法要注释呢，就是透由讲说的这种方式呢，然后来让教正法能够不断的能够
注视下去。那而且以我的上司来说呢，他的余生呢，就是完全呢就是在教书，就是将他所有的一切呢都是奉献给这些弟子。那因为呢，我看着上司这个行仪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呢，我内心呢也就会有着和他一样的这种动作、这种行为。就比如说呢，我们跟着一个很会唱歌的人，跟他身边跟久了之后呢，那我们自然久了之后呢，我们自己也会哼歌。那除此之外呢，我的上司呢也是在的教诫我呢，就是做人要谦虚呢，不要生起慢心。那像以前呢，在学习五步道论的时候呢，那每次遇到要考试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呢，内心呢就会升起这种想要跟同班竞争的心，因为会有那么几个同学呢，就是大家都是会想要竞争。那这个时候呢，像是去参加笔试的时候也好，或是辩论的时候也好，那时候呢就会升起非常强烈的这种竞争心。那这个时候呢，我的上司看到了，就是说你看看，你现在你的见解呢又不知道几层楼高了，你的见解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你的见解实在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那就是透过这种方式呢，教诫我说，慢心呢千万不可以生起。那不仅仅是说在学习的那个时候，乃至于说像是现在的时候呢，我的上司呢也是常常会给我一些教诫。那这些教诫对我来说呢，真的呢就是最好的这种教授，因为他总是能够适时呢看到我的问题，然后呢指点我说该怎么做，该怎么做。所以这些教诫对我来说呢是最好的教授。那我老师他本身呢也是非常的谦虚，他除了说叫我要谦虚之后，他自己本身呢也是非常的谦虚。像是尊者在讲法的时候呢，那他本身也是寺庙的一个住持，那现在是托位住持，那他是可以坐在大殿里面的。但是呢，我的老师呢，他从来呢都不会去大殿里面呢跟大家抢那个坐在附近的位置，他总是呢就是坐在大殿外面，然后找着一个僻静的地方呢，然后坐在那边，就是可以听得到尊者的声音的地方。那他去的时候呢，他同样呢，他也会把我带着。就是小时候呢，他同样呢也会把我带着，就是坐在外面。那当然那时候我年纪小的时候，我是非常想要坐在里面，就是当然是离尊者越近越好。然后这个时候呢，我的老师呢，他就会教诫我说呢，就是坐那么前面，然后呢靠前方坐呢有什么用呢？就是在讲经的时候呢，还不就是打瞌睡，或者说跟别人讲话。那这样子呢，你做这些行为只是让上司不欢喜而已。那与其这个样子呢，不如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然后能够好好的去听闻，然后听闻之后呢，能够好好用来修行。那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吗？所以上司对我的这一些，无论是言教或者说身教也好呢，都是对我来说都是有无比的这种恩德。那特别说以我的上司来说呢，他自己本身也是寺庙的住持，但是他从来就不会感到不好意思，他不会说因为我有这个名字，所以有一些事情可以做，有一些事情不能做，并不会的。他就是在住的地方的时候呢，他虽然也是住持，但是他自己呢会去除草，然后自己呢会去做这些工作。所以我的上司对我来说呢，真的不只是在经教上面而已，那至于说各方面的这种行为，他对我呢都是有无比的恩德。那所以呢，我现在能够坐在这边呢，来教授大家呢，并不是说我自己本身呢有这种殊胜的悲心，或是有这种菩提心，然后真的有一种很强大的利他心，并不是的，完全呢就是因为看到我的老师的这种行仪之后呢，然后升起了想要效法的这种心，所以呢，我的这些全部都是来自于上师的恩德。那我自己呢，真的就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那尤其是以我的上司来说呢，他就是他在教书的时候呢，授课的时候，他是从早上呢教到晚上。那像他这么精进，然后能够为学生讲课的这方式呢，我是到现在呢都没有办法变得和他一样。那特别是说呢，当我们有了名声之后呢，那自然而然呢，我们内心呢会升起就是各式各样的慢心，或者说呢，因为觉得说自己好像很了不起，所以有一些事情呢就觉得不能去做，然后觉得做了呢好像会很丢脸。但是呢，我的老师呢他就教诫我说，无论说当上了住持也好，或是托位住持也好，或者说呢你拥有什么样的头衔也好呢，那最重要的是你要认清你自己是谁。就是无论呢你现在坐的位置呢是高位也好，或者说你在下位也好，你要认清你自己。因为你唯有认清你自己之后呢，你才知道说你该如何的行事。因为并不会说你坐到高位之后呢，你就变得不一样，你人呢就变得不一样，不会的，你还是你。
并不会，但是很多人呢，往往说会因为呢，就是有不同的名声的缘故呢，就是当他有了一个头衔之后呢，他就觉得说自己好像变得多了不起，然后呢，心就变了，然后呢，人也变了。那我的上司呢，就一直教诫我说，就是你呢，史加姆切，那你的名字呢，就是 Denzin to Den Rakie， 那你要很清楚说你自己呢，到底是谁。因为呢，并不会说你换了一个位置之后呢，有了不同的名号之后呢，你人就变了，不会的，你的心还是不会变的，你还是一样是那个你，并不会说你名字不一样之后呢，你就有不同的这些功德，不会的。就以例子来说呢，就像我们现在到国外去呢，那我这个运体呢还是苦的运体，它并不会有所不同啊。那也一样的呢，到国外去呢，我呢还是我，并不因为我到国外去之后呢，我又换了一个样子。那所以这些呢，都是上司呢他所带给我的这一些影响。那刚刚呢，因为停电的关系，所以呢就是看不到。那现在电来了呢，所以就继续呢，就是为大家再往下面就是讲述一点。那所以呢，在这边呢，就讲述到说，就是透由呢，我们思维空性之后呢，那自然而然，我们无导的了解空性之后呢，它自然而然呢，会引生我们想要去持戒的心，它自然能够让我们升起一个好好去持戒的心。那升起了持戒心之后呢，然后又做思念，我纵能延迟境界，生诸善趣，倘生贫家，缺乏饮食、衣服、医药、资身之具，恒须追求，则听闻空见及修习空义，将皆间断，遂于前说上下福田，尽力共施。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呢，就是刚刚呢，我已经讲说要好好的去持戒，因为持戒呢，我才能够获得人生。那获得人生之后呢，我才能够继续的呢，在空性的道理之上呢去做闻思。但是呢，即使呢我投身到了善趣，那今生呢已经是善趣了。那今生呢好好持戒，但是投身到善趣之后呢，倘若生到就是贫困的这些人家的话，就是即使呢我们不是生到这种富有的人家，但是也不能生到过于贫穷的这种家庭。因为生到过于贫穷的这种家庭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对于你的吃穿等等，或者说你维生的这些支具呢，你都这些顺缘都不具备的话呢，就变成说你什么时候呢，你的一天60呢，你都要去追求这些，就是要想办法让你能够吃饱，然后呢能够穿暖的话呢，那你光在追求这些东西之上呢，就浪费掉了时间。那浪费的这些时间呢，就变成说，则听闻空见及修习空义呢，皆将间断。那这个样子的时候，对于你去闻思空性也好，或者说呢去修习空性也好，那这些呢都会造成障碍。所以呢，要如之前呢，就是在前面几品所讲述的呢，对于说就是上供下施，对于上面的这些福田，上面供养的福田以及下面的布施的福田呢，都要尽力的呢去做供施。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同样的，如果我们能够无导的呢了解空性的时候呢，它除了一开始能够引申持戒之外，那它同样的呢也能够引申我们呢好好的呢去布施。那以上呢就是讲述到就是能够升起持戒以及布施的功德。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它能够升起呢就是悲心的功德。那接下来就讲到说复作是念，此空性见要以如上所说大悲摄持，方能引生佛果，故恒修就是大悲心而为根本。那这里呢就讲到说，我们呢思维空性呢，就是透由思维空性呢，它能够帮助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除了修持空性之外，也要就是透由大悲摄持。那如上所说，就是也是前几品有讲到，就是你要由大悲呢作为摄持。那由大悲摄持的意思就是以大悲为根本呢，它能够升起菩提心。有了菩提心作为摄持的这个空正见呢，它方能引生佛果，它才能够帮助我们呢成就佛地。那这里呢就讲到说，也唯有呢菩提心所摄持的这个空正见呢，它才能够对于所知障呢来做对治。虽然说呢空正见呢小乘也有，那这边是以应成的角度来说，那空正见呢小乘也有，但是小乘的空正见呢，它仅仅呢只能够对治烦恼上而已，它没有办法对所知障呢去做对治。为什么呢？因为呢要正对治所知障的时候呢，它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一个
强大的一个福德之粮呢来做它的助伴。那这个福德之粮呢，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慈心、悲心还有菩提心。那特别呢是在现观的部分呢，有讲到说我们可以透由各种的多门理路呢，然后去证得空性。那所谓的透由多门理路去证得空性呢，是讲说透由菩提心呢所摄持去证得空性的这种呢，叫做由多门证的。透由多门理路证的空性，所以透由多门理路证的空性这一点呢，小乘行者呢是没有的，所以才讲到说，如果呢我们的空正见呢，要如上面所说的有大悲心呢作为摄持之后，它才能够帮助我们成就佛果位，因为唯有这个样子，它才能够去对治所知障，不然它只能对治烦恼障而已。所以故修呢，故恒修就是根本大悲心，它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常常去修习根本的大悲心。那为什么叫做根本大悲心呢？因为它是升起菩提心的一个根本。那在这边呢，就是我们讲到说，就是此空性见要以如上所说大悲摄持，方能引生佛果。那在藏文里面呢，它后面还有几句是方能引生佛果，除此无法。就是说，除了呢由大悲去摄持之后呢，才能够将空正见呢成为就是才能引导到佛位之外呢，那没有其他的办法。那所以这里呢是做一个补充。那同样的呢，刚刚我们有讲到说透由多门理路呢去证得空性，那这个呢是在现观的时候呢所讲述到的。那现观在讲述就是加行道的时候呢，有提到说大乘加行道呢跟小乘加行道的差别，就是大乘加行道超胜于小乘加行道的原因在哪里呢？最主要呢就是所缘。虽然说呢小乘的加行道行者呢，他也可以圆得空性，但是呢他并不能像大乘的加行道行者一样呢，他可以透由多门的理路呢去圆这空性，所以由此呢大乘加行道呢是超出于小乘。那这边呢是做一个补充。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复作是念由嗔恚力能堕恶趣，能坏善根，能令颜色极不可爱，缘此令诸圣者不生欢喜，故当修安忍。那这一段呢就讲述到说，就是我们除了上述所讲的像是要持戒、要布施，还有去修习悲心之外呢，那同样的呢我们要去修习忍辱。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修习忍辱的话呢，一个嗔心呢它就能够让我们堕恶趣之外呢，它同样它也可以吹破我们的这些善根。而且因为生气的缘故呢，能令颜色极不可爱，能令颜色极不可爱就是来生投生的时候呢会长得不庄严不好看。那这样子会有什么样的过失呢？缘此令诸圣者不生欢喜。那这边就讲说，一般呢就是我们如果说以世间来说，就是你只要长得好看的话呢，那自然就是先不要管品性什么的，就是光你长得好看的时候呢，别人看到你的时候，自然内心呢就会升起欢喜。那就以颜色来说的话呢，就比如说一个房子里面呢，就是如果说是涂成白色的时候呢，那大家呢通常不会有太大的意见。但是如果说有人想要涂成蓝色，或者说有人涂成红色的时候呢，那一定就会有一些反对的意见讲出来。因为一般人看到白色呢，就是觉得很悦意、很舒服，所以不需要特别去做调整。所以同样的呢，菩萨他如果说有一个好的庄严的身相的时候，那他在行菩萨行的时候呢，自然而然的能够更为的方便，所以才会讲说呢，如果我们造下了恶业的时候呢，会令我们就是长得呢就是不好看，然后缘此呢，所以诸圣者呢，他们也不希望说就是会就是长得不好看，因为你长得好看的时候呢，自然而然你立身呢会比较方便。那所以呢，这边就讲到说，故当修安忍。那讲完安忍之后呢，就讲到说，又见持戒等善根，若不烁受回向一切种子，则非成佛之因，亦不能恒感升级之财无量妙果。故持所有戒等善根，为度众生出生死故，回向菩提。那最后呢，就讲到说，就是我们要将我们所行的这些善呢，就上面所讲的持戒等这些善根呢，持戒、布施、修习悲心、修习安忍的这些善根呢，就是要将它回向给一切种子。因为如果我们不做回向的话呢，那这些善根呢，它是没有办法成为就是成佛的因。那唯有把它回向到就是无上菩提之后呢，它才能够成为就是成佛的因。所以这边呢就讲到说，如果呢我们不回向呢，会有怎样的过失？然后呢，同样呢也讲述到说呢回向的功德。那一般呢我们在讲述发愿跟回向呢，这两者呢是有不同的。就是凡是回向呢，一定是发愿。
发愿呢不一定是回向。就以呢我们一般常讲说发愿，比如说威力有情愿成佛，或者说我希望我来生呢能够获得真上身，我来生呢能够获得解脱这种，那这边呢都是仅仅属于发愿而已。那回向呢是你有造下了善根，就是你行善之后有了善根之后，那你把这个善根呢去做回向，这种回向呢它才是一种有力的回向，因为它不仅仅是发愿的，因为它有一个，就比如说你手上已经有钱了之后呢，你把钱拿去银行存起来一样，那发愿就只是想说，哦，我有钱，我有钱。那这两者呢是有差别的，所以凡是回向呢，它一定是发愿，但是发愿呢不一定是回向。最后面呢，就是有讲到说，就是根本寄送的地方，就讲到说复能恭敬诸菩萨。那为什么复能恭敬诸菩萨呢？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就讲到说，又见恶乘等不能如诸菩萨宣说甚深缘起，故于诸菩萨所起极敬重心。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对菩萨升起这种特殊、这种极恭敬的这种心呢？因为呢，菩萨呢，他能够宣说甚深的这些缘起。虽然说呢，恶乘等行者呢，他们也能够证得空性、了知空性，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如同菩萨一样呢，这么仔细、这么清楚的呢，去宣说这种甚深的缘起。那因为菩萨他具备超出于恶乘等这种殊胜的功德缘故，能够去如实的宣说甚深缘起的缘故呢，所以看到这个特殊的功德呢，故于诸菩萨所起极敬重心，就是升起呢，就是恭敬的这种心。那今天呢，我们就先上到这边。